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18，申命记8章6节安尼讲：佮着只守耶和华你的上帝的诫命，来行伊的道路，来敬畏伊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一守你的诫命，来敬畏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永存、永在、永活的上帝。你是慈悲、怜悯、疼痛的天父。主啊！你用你的慈爱，引带你所救赎的百姓，脱离黑暗。你用你的权能，错案入伫你圣的所在。主啊，你用你的拯救，互阮做灯牌；你用你的面的光照阮，指示阮行你正直的路。主啊，愿一生要学乐你。主啊，你对阮亲像囝儿的管教，阮要欢喜来领受你的话语，阮欢喜来尊谈，各阮就要接受耶和华，阮的上帝，你互阮的诫命，来行你的道路，来敬畏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